同樣一個家庭有遺囑同冇遺囑係分別好大下噶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啦。遺囑資產就要被凍結，屋企人就要去申請呢個遺產管理書，我哋叫 LA 啦。最快處理時間1年，最慢時間3至5年都有可能噶。你有遺囑，我哋可以直接申請遺囑認證，我哋叫 GP， 處理時間3到6個月之間咯。錢點樣分？由法律去分，你嘅另一半唔一定要攞到你所有嘅資產噶。錢點樣分？由你去決定，你要寫俾你嘅好朋友、姨媽姑姐、屋企人，通通都可以，由你自己去分配、去規劃、去寫清楚。屋企人可能要嘈、要去爭，嗰啲流程好緊要複雜，唔知道應該點算好。喺咁大嘅壓力之下，仲要去處理呢啲文件上嘅種種事務，過程簡單直接，小紛爭、小爭吵。唔曉喺嗰度估下，屋企人就係跟住你嘅遺囑去執行嘅。遺囑嘅作用就係保障你嘅資產可以順利嘅交俾你最愛嘅人，交代好清楚，唔使俾佢哋估下，小紛爭、小爭吵、小麻煩，俾佢哋多一啲安全感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